无知的加拉太人啊！耶稣基督定十字架已经为我伫恁眼前，尚阁迷惑了恁呢。我只要问恁这一件：恁受了圣灵，是因为行律法吗？是因为听信福音呢？恁既然靠圣灵入门，如今还阁靠肉身成全吗？恁是安尼会无知吗？恁受过如此的罪，拢是徒然的吗？难道果真是徒然的吗？迄赐予恁圣灵，搁伫恁中间行义灵的，是因为恁的行律法呢？是因为恁听信福音呢？正如亚伯拉罕信上帝，这就算伊唯一的义。所以恁爱知影，迄以信为本的人，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。并且圣经既然有先看明上帝要叫外邦人因信称义，就早已传福音，予亚伯拉罕讲，万国拢必因你得福。可见，迄个以信为本的人，甲有信心的亚伯拉罕一同得福。凡以行律法为本的，拢是被咒诅的，因为经上记咧讲，凡无相照律法书上所记的一切之事去行的，就必受咒诅。无有一个人靠着律法伫上帝面前称义，这是明显的，因为经上讲，义人必因信得生。律法原不在乎信，只讲行这事的，就必因此活咧。基督既为咱受了咒诅，就赎出咱脱离律法的咒诅，因为经上记咧讲，凡挂伫柴头顶的，拢是被咒诅的。这便叫亚伯拉罕的福，因基督耶稣可以临到外邦人，互咱因信得到所应允的圣灵。兄弟啊，我阁照着人的常话讲，虽然是人的文律，若已经立定了，就无有会废去或加添的。所应允的，原是向亚伯拉罕甲伊子孙讲的。上帝并毋是讲正子孙指着真侪人，乃是讲你迄个子孙指着一个人，就是基督。我是安尼讲，上帝有先所立的约，袂当被迄个430年以后的律法废掉，叫应允归伫虚空。因为先受产业，若本乎律法，就无本乎应允。但上帝是凭着应允，甲产业赐予亚伯拉罕的。安尼讲来，律法是为什么有的呢？原是为过犯添上的，等候迄个蒙应允的子孙来到，并且是照着天使经中保之手设立的。但中保本毋是为一面做的，上帝却是一位。安尼，律法是甲上帝应允反对的吗？断乎毋是。若捌传一个会当叫人得生的律法，伊就诚然分好律法了。但圣经甲众人拢藏伫罪内，互所应允的福因信耶稣基督归予迄个信的人。但这因信得救的理，也未有医生，咱被看守伫律法以下，伫藏伫迄个将要来的真道显明出来。安尼，律法是咱混忘的师傅，因咱甲基督迄边，互咱因信称义。但这因信得救的理既然来到，咱就从此无伫师傅的手下了。所以恁因信基督耶稣，拢是上帝后生。恁受洗归入基督的，拢是披戴基督的，并无分犹太人、希腊人、自主的、为奴的、赫男赫女，因为恁伫基督耶稣内，拢成为一了。恁既属乎基督，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，是照着
永远承受产业的了。